30年前，澳門站喺經濟轉型嘅重要時刻，一群有志之士同澳門政府聯手，成立咗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，以提升澳門人以及企業競爭力，推動經濟發展為己任，開創咗市場主導、政府支持、官民合作嘅創新服務模式。30年嚟，中心與社會共同進步。我哋喺不同領域已累計服務超過2萬家中小微企，從推動傳統製衣升級到時裝設計、時尚創意，成功推廣品牌超過1400個詞，促進資訊科技行業發展，普及各行業嘅科技應用，協助數以千計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。中心推動澳門接軌國際標準，協助澳門企業考取 ISO 國際認證，由0突破到700張證書，佢哋嘅產品服務達到世界級水平，澳門品牌被世界看見。World champion, first place winner, gold medalist for Microsoft Excel, 365 apps and Office 2019. The tension is high. That winner is Zhiling Lin of Macau, China. 我哋相信人才決定一座城市嘅未來。中心累計開辦咗2萬多個培訓課程，累計學員超過45萬人次。通過多元培訓，開拓夢想，成就事業。我哋通過培訓、競賽、國際認證3管齊下，培養兼具國際視野同埋專業能力嘅新一代人才。中心培訓嘅澳門代表，更喺多個國際大賽當中累計獲得17個全球冠軍、16個全球亞軍，讓澳門特區區旗喺世界頒獎台上飄揚，展示澳門青年實力。不同時期，中心始終緊貼時代脈搏，不斷為社會注入新動力及前瞻思維。近年，中心與澳門廠商聯合會共同推動 M-Mark 澳門產品優質認證，協助企業提升品牌信譽，重點支持1+4產業發展，持續推動大灣區嘅技術轉移與人才交流。30年後，澳門再次迎來轉型機遇，國家15-5規劃與澳門35規劃同步啟動，繼往開來，中心有更高嘅自我要求。我哋將為國家發展貢獻力量，協助企業揚帆出海。我哋將普及數字科技，加速全民 AI 應用，同時築牢網絡安全屏障，激發澳門時尚創意潛力再上一層樓。我哋透過即將啟用嘅國際及專業考試中心，引入更多高規格嘅國際認證考試，迎接各地考生前來考試研學，為經濟適度多元創造更多嘅可能性。32立，初心如一，中心將繼續與企業攜手，與市民同行，一齊為澳門開創下一個更精彩嘅30年。